天气变好了，天气变好嘞，走得去散步嘞。哦，我刚刚说天气转好，刚本有点下雨，然后可以去散步了。天时转好嘞，走得去散步嘞。彰化乡间散步去，好难得，是趟牛车导览之旅。这些小朋友没有机会坐牛车，所以我特地去收集了牛车回来，把它改造一下，所以逛我们这边的田园。漂亮哦！所以一边有油菜花，一边有烟田。哎，这个时候来还真对了。对啊，刚好是这个季节啦，种油菜花跟烟叶。迎着徐徐微风，风景尽收眼底，好不惬意。叶聪玲为大小朋友准备的礼物还不止于此，这是小朋友玩积木的概念吧？这都组合了，这都可以拆下来。是哦，哎，4片木板。好可爱哦！4片吗？啊，对，4片。头一个，脚2片，还有一个身体1片，还有一个牛头。老板，你内心里面应该还是个小朋友吧？发挥做木工30多年的经验，传统工法制作耐重200公斤的放大版木马，更让亲子同乐，老少咸宜。以前小朋友做的都小小的，对啊，哎，只能一个人做，对，大型的就可以2个人做，夫妻做，小孩做都 OK， 祖孙做，都可以。总希望让亲子互动能多些。叶聪玲用木头营造一个幸福乐园，醒目的风车营造童话般的乐趣，荡秋千更让小朋友着迷。小朋友来这里都玩得很兴奋啊，玩得快疯了，想要拆房子一样。说自己不善言辞的叶聪玲，只要提到孩子，自然流露情感，如同他亲手打造的园地，幸福而实在。天时转好嘞，走得去散步嘞。天时转好嘞，走得去散步嘞。